大街小巷，每一個街口都可能係經典電影嘅拍攝場地。某一個瞬間，曾經被電影嘅鏡頭捕捉過，入面有最精彩動人嘅情節同傳奇嘅角色。呢個應用程式記錄咗喺世界各地2萬多部電影拍攝嘅場景位置，等我哋可以嘗試用電影嘅角度去體驗旅程，又或者去感受自己所居住嘅城市。未記出喎，遲啲記唔緊要，遲啲記唔緊要。你就由呢1分鐘開始當冇識。你冇睇1分鐘啊！呢張相唔再係打卡咁簡單，而係我同呢座城市同某部電影之間嘅聯繫。